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6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胡聊胡適、胡轾、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啊。今天這個市場走勢大家都看到了啊，實際上都是監管部門這種意志的一種表現。今日市場全天震盪收低，我看了一下滬指是高開低走。為什麼高開呢？大家都知道，因為央行昨天說了要結構性降息等等這些利好，所以這個滬指出現了它熟悉的那種高開低走。截至收盤，上證指數下跌 0.26%， 深圳成指下跌 0.18%， 創業板指數跌幅 0.2%， 個股層面跌多漲少，上漲家數2371家，下跌家數2973家，成交量繼續是放量 3.06 萬億，比昨天還增加了1180億。這個我在昨天已經說了这個監管層的態度很明顯，叫葉公好牛，政府好牛希望是指數牛市，但是不希望瘋牛，所以一看見指數瘋漲，他就要出手打壓，因為他也知道這是沙灘上建高樓，只能以時間換空間緩漲，如果突然漲得太快，到時候崩了，有人要負責任，誰也不敢擔這個責任，所以他也出手要調教打壓這個滬市。但是昨天咱們也說了，一旦預期形成，很多這個長線資金就是這種所謂的這個金融消費者，實際上是賭徒他們已經接受到這個信號，未來指數是要漲的，那就不可能出現緩漲，只會出現暴漲，因為大家都蜂擁而入，這些金融消費者瘋狂的加槓桿，所以這個融資就創了新高，實際上都是場內資金融資自娛自樂，越是這樣監管越害怕，因為脫離了基本面，所以監管對吧，就先進行干預，先是把融資這一塊對吧，給它保證金提高，然後再是國家隊出手壓這個金融、保險、中字頭的這些股票，但是從目前成交量來看，這是壓不住的。我昨天就說了，因為這個就是你政府你在培養對手盤，你的底牌人家知道了，所有的資金都知道你要漲，那人家就進來，知道你國家隊要拉，人家先進來，所以導致這個指數失控，越失控監管越擔心，越擔心他越要打壓，所以說未來會有12道金牌打壓這個滬市，但是越打壓這個滬市它越漲，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就跟房地產一樣，2008年、2014年開始，對吧？這個房地產就是在國家的一再打壓下，什麼限購、限售、二套房、按揭貸款比例提高等等，越打壓房價越漲。為什麼呢？因為上漲預期形成了。那現在是有很多我說的是場內的這些所謂的金融消費者，這些賭徒，他們上漲預期已經形成了。所以說你越打壓它越漲，他越會融資，越想辦法借錢，因為他知道這個要漲。那政府呢，他越得去打壓，就像實際上就房地產這一輪呢，在滬市也要表現一回，也要走一回。所以說政府的態度非常明確，監管的態度非常明確，但是今天成交量依然這麼大，什麼意思為什麼成交量這麼大呀？就說明還有人在賭。就好比政府已經說了3道紅線，3條紅線，房住不炒，但是許家印、孫宏斌、郁亮、萬科依然加槓桿，依然瘋狂買地，是一個邏輯我們看證監會說1月15號，證監會召開2026年系統工作會議，總結2025年工作，分析當前形勢，研究部署2026年工作。會議強調，堅持穩字當頭，鞏固市場穩中向好勢頭，全方位加強市場監測預警，及時做好逆周期調節，強化交易監管和信息披露監管，進一步維護交易公平性，嚴肅查處過度炒作乃至操縱市場等違法違規行為，堅決防止市場大起大落。那現在叫大起，繼續深化公募基金改革，持續拓寬中長期資金來源渠道和方式，推出各類適配長期投資的產品和風險管理工具，積極引導長期投資、理性投資、價值投資，全力營造長錢長投的市場生態。什麼意思呢？這個話外音就是要嚴厲打擊這種概念炒作，比如商業航天、什麼 AI 應用，你這故事講的也懸了，你知道吧？所以你看這2天跌得最狠的就是商業航天，也不知道多少散戶追進去的現在叫欲哭無淚大的資金或許人家先知先覺，先跑了。
但是散戶在裡面是出不来的。如果商业航天还有第二波，這我不知道啊。如果有第二波，那麼他们有可能解套；如果没有第二波，那10年之内解不了套，又是下一個建功爺叔，什麼 AI 應用花裡胡哨的，這個一旦套住啊，那恐怕10年解不了套。2026年1月16日，彭博社電，中國打擊高頻交易商，移除數據服務器。據知情人士透露，中國正取消高頻交易商一項關鍵優勢，將這些公司專用的服務器從地方交易所的數據中心遷出。據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和廣州的商品期貨交易所下令本地經紀商將其客戶的服務器遷出交易所運營的數據中心，並稱此舉是由監管機構主導的。這一變化不僅影響了高頻交易公司，而且他們可能會受到最大的衝擊。知情人士表示，上海期貨交易所已告知經纪商，高速交易客戶的設備需在下月底前遷出，其他的客戶則需要在4月30日前完成遷出。此次打擊行動將影響中國國內众多高頻交易公司，也就是所謂的量化交易啊，同時也会波及一大批在華開展業務的全球公司，讓全球公司又交學費啊，什麼貝萊德，什麼高盛，什麼摩根，老老實實再交一回學費。老虎不發威，你以為是病貓是嗎？要讓他們知道什麼叫中國特色。其他客戶則需要在4月30日前完成遷出。此次打擊行動影響中國國內眾多高頻交易公司，同時也會波及一大批在華開展業務的全球公司。知情人士稱啊，外國公司的服務器訪問正受到影響，由于此事屬於機密，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這些變化可能會削弱高頻交易員和量化對沖基金長期以來用於擊敗競爭對手的速度優勢。這一舉措是最新跡象，表明在本月股市攀升至多年高點後，官員們正致力於為投資者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和確保市場穩定。實際上啊，主要是為了確保市場的穩定。這個地方非常擔心這種量化基金啊接着割韭菜。2025年、2024年量化基金平均收益率都是50%以上，都賺了幾百億，誰賠錢呢？散戶，99%的散戶注定要虧錢，這才是股市真相。我們看一個視頻，几億股民裡面99%都是賺不到錢的，永遠是馬太效應。生活也是一樣，絕大多數都是 loser，winner 少數，馬爸爸就這麼一個，每個賽道上也就這麼1-2個出現了。你們老是做夢會成為那個賽道上的這1-2個，你告訴我憑什麼？這麼殘酷的戰場，你一個普通人，你告訴我，你先看看你要在這個裡面賺錢，你自己具備什麼優勢？在這個股市裡面，你具備信息優勢嗎？我開個玩笑說，我在銀行的時候，我們是國家最低領導人，消息到我這裡已經18手了，你說到你這個菜場阿姨手裡，你幾手了？你有消息優勢嗎？沒有。你有資金優勢嗎？扛個30-50萬就覺得自己是大戶，敢跟有幾十個億、幾百個億的人硬剛，而且還要從他們身上要薅點羊毛下來。你這種大無畏的樂觀主義精神，我只能說在下佩服。你沒有資金優勢，沒有信息優勢，你有操作手法、操作技巧的優勢嗎？人家是經過專業訓練的，你有嗎？你也沒有。你有團隊嗎？你也沒有。你告訴我，你什麼也沒有，你連個泳褲都沒有，你跳到奧運會的泳池裡面跟這些人去比100米自由泳要拿冠軍，冠軍只有一個啊！你告訴我，你不是腦子進水什麼呢？你告訴我，你拿什麼跟人家比？你唯一有的就是每天燒燒香，恭喜發財 ，lucky 一下，這有可能的啊！股市裡會聽到某個傳奇說他怎麼樣，他怎麼樣，那只是傳奇，那只是少數，所以你賺不到錢很正常，你又不學習，什麼優勢都沒有，你又不學習，你掙到錢那才叫見鬼。我相對普通大眾來說，我至少我還是一個金融從業者，我大概還有一些金融常識，我都不敢在股市裡面追漲殺跌，我會定投一些，但是我絕不會自己進去博弈，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沒有這方面的能力，沒有這方面的信息，沒有這方面的資金優勢。你告訴我，你跳下去這個泳池，你的勇氣在哪裡？你除了是腦子進水盲目以外，一定的，你幸虧沒有泳褲。如果你穿條泳褲，這100米自由泳下去，這條泳褲等你游到底，這條泳褲也不見了，底褲在，底線才在嘛。我都不敢在裡面裸泳。我告訴你，沒有專家的，但凡有專家，今天就不會坐在這裡跟你講了。他沒空的，他能在股市裡賺錢，他還在這裡跟你講段子，他出去操盤去了。別相信專家，專家有賺到點小錢的，但基本沒賺到什麼大錢。你別以為你水平很高，你幾千隻股票、上萬隻，你會挑中一匹黑馬，還出去玩，你憑什麼？
憑什麼被你挑中了？挑中了，我告訴你，這匹馬的韁繩也不在你手裡。你理解這句話？你覺得你有個30-50萬、3-5萬，你就能摸到韁繩的毛了嗎？你只能抓着這個馬屁股後面，哎，你感覺扎了匹黑馬。我告訴你，抓住了也可能被這個馬蹄子踢翻。你不具備在裡面賺錢的任何條件，所以恭喜你，只要輸的還不是太多，你已經很幸運了。這位曾經的银行行長啊，他說啊，99%的散戶注定要虧錢，不管什麼原因虧錢啊，結局一定是99%的散戶都会。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他結論是一定是对的啊，因为我早就說過了，在目前這個環境下，99%的散戶都會虧錢。未來會不會我不知道，就是如果這個胡適的病治好了，對吧？散戶會不會賺錢，這個就不好說了。但是目前來說，這只會虧錢。我在前2天節目說了啊，因為咱們中國人的這種特質，喜歡一窩蜂。蜂擁而上，也就是說，胡適你操作不好的話，它是另外一個房地產，房地產就是這樣的嘛，对吧？剛開始房價好像大家都無所謂，這是我是深有體會的啊。2000年到2008年之間，北京的房價漲了很多啊，但是啊，它有幾個過程，從2000年到2008年，實際上北京的房價漲得並不快。這8年裡面啊，我的印象中好像是，你想啊，2000年北京的房價好像是就1000平米。但是那個時候大家都買不起啊，那時候電視上各個專家都說房價太貴，說這麼高老百姓買不起，必須跌。但是就是在這種過程中，這房價一直在漲，但是它漲得並不快，它從1000漲到03年大概也就3000，漲到08年北京的房價啊大概就1萬多啊，大家記住了，當時房價只有1萬多。08年經濟很好，08年大家收入比現在不差，但是房價只有1萬多啊，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認為房價一直漲，所以說大家悶着腦門悶頭去買房，根本就不在乎，很多人買2套3套，因為相信房價會漲，所以說啊，後來政府一看急了，房住不炒，是吧？房地產綁架了經濟，因為所有人都在買房，上市公司有了錢買房，銀行也買房，個個都在買房，個人也在買房，大家都不投別的，你什麼投高科技，投什麼製造業，玩蛋去，買房子就穩賺不賠，而且一年都賺20%、30%、40%的，誰會去買投這個製造業？製造業10%的利潤，對吧？你不是有病嗎？買房子，上市公司買一塊地開發賣房子，比你把那塊地建成廠房，搞一條生產線賺得多得多。他為什麼要去擴廠呢？他賣房子就行啊，一樣的道理啊，老百姓也是。所以說當時是不是大家有一個概念叫房地產綁架了經濟，吸乾了經濟的所有的血，沒有人去投資實業。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如果股市形成這麼個效應，就是穩賺不賠，你這把錢放進去就能賺錢，那一定跟房地產一樣，很多人啊都把錢往裡投，上市公司賺了錢也往裡投，沒有人去再投別的東西，變成股市綁架中國經濟，就像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一樣。那我就不知道這個政府他為什麼要這樣幹呢？好不容易把房地產這個葫蘆按下去，股市這個瓢又飄起來，你這到底圖什麼？大家真的要動腦筋想一想，上面是這個意思嗎？要這麼幹嗎？如果上面要這麼幹的話，那只能說上面啊特別想把這個中國的這些中產有點錢的一把收割，讓你返貧就老實了，散戶就得賠錢，就是把你騙進來。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看啊，這些人你躲過了房地產的這種下跌，你命好，在這兒給你設個局，就是股市，你躲過了房地產的下跌，好，你進股市，在這兒一網打盡，這下好了，所有人呢都返貧，都老實了，都為了吃的奔波，那只能這樣呢，把你全部忽悠到胡市來，一网打尽。硕果仅存的一些这個沒有被房地產擊倒的這些所謂的中產，猶如誘不住這股市的誘惑，進了股市，經不住股市誘惑啊，進了股市之後一網打盡，這下好了，沒有了，你只能這麼理解啊。所以我可以肯定啊，這個上面他絕對沒有說這種想爆炒虛擬經濟這個意思，尤其是脫離實際，對吧？你炒歸炒，你脫離了實體經濟這個基本面，你這種誰擔責任呢？所以說你看啊，證監會是不是又發文了，害怕了，怕了？所以我說人家叫葉公好龍，咱們叫政府好牛。這位行長也說了啊，散戶想賺錢基本上不可能，所以這跟我的觀點是一樣。有一些散戶啊，現在在股市裡面賺了一些錢，我不能否認，对吧？甚至多的那賺了1倍了，翻了1倍，這樣人現在有，因為畢竟指數漲了1000多點，問題是你能不能保住這個果實？畢竟我掙過3倍，那最後還是賠了，褲衩子都沒了，對吧？你才賺10%、20%，頂多翻倍，你在這瞎叫活啥呢？對你的考驗還遠遠沒有到來，對吧？你能把這個守住，那才叫厲害。指數牛市啊，所以我一直強調啊，我不能否認現在指數是在走牛市。
但是这跟散戶賺錢它是兩件事，兩個概念。指數走牛和散戶賺錢完全沒有關係。80%的散戶依然在賠錢，20%的散戶只是暫時賬戶上有盈利，那最終能不能落到自己口袋，那又是個大大的問號。我們再看啊，證券專家劉繼鵬啊，他是怎麼看待香港證券市場？大家看視頻啊。新年伊始，小米集團的一紙公告在市場上引起了熱議。公司的副董事長林斌宣布了一項高達20億美元的減持計劃。我也弄不明白，為什麼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明明都用的是港幣，在這裡非要談是20億美元的減持計劃。20億美元說穿了就是156億港幣，這不僅是小米上市以來最大的個人減持，更因其2號人物的身份，引發了市場對這家科技企業的思考與憂慮。這次減持不僅在於金額之巨，而且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透明化和長期性的操作模式。林斌這期採取了極為克制的節奏，減持並非立即執行，而是設定在2026年的12月正式啟動，此後將分4年的時間逐步實施，嚴格控制在每年不超過5億美元。那也就是說將近40億港幣這樣的規模，最大限度的降低對二級市場的衝擊。对於減持去向，林斌則坦言，所有款項將主要用於成立一家投資基金公司。說實在的，這些話都根本不用信。你成立不成立我不清楚，你成立要幹什麼也不清楚。說穿了就是他要減持。這一事件的意義遠不止於一筆巨額的交易本身，這也無疑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在資本市場上，高管減持往往被散戶視為用腳投票的看空信號。小米汽車業務正處於交付爬坡的關鍵時期，來自核心層的資本異動都可能會被放大解讀，短期內加劇股價的波動，考驗投資者的耐心和定力。此外，這個事件也為整個科技互聯網行業的高管減持行為也確實建立了一個也許是全新的範式。它傳遞出一個信號，就是要理性的、有規劃的、有透明的資本運作，而且放到4年的時間裡面來分化這20億美金，可以對公司長期發展的信心並行。他要求投資者從關注短期的股價波動，要轉向關注公司基本面的持續兌付能力。對於外界而言，更應冷靜地審視其背後的長期邏輯。4年的時間跨度讓市場充分消化這份衝擊，時間最終將證明這到底是一次什麼樣的減持，是單純的套現離場，還是一個更高維度的產業賦能？人們拭目以待。當然，2025年這一年，香港的資本市場得到了大量的大陸上市公司的青睞，不僅有70-80家已經在香港上市，融資額香港也名列前茅，而且現在仍然有300多家在排隊，在等待上市。所以中國的民營企業由於普遍一股獨大，在這一點上，希望香港的監管者一定要高度重視，萬不可掉以輕心，讓這些一股獨大的股份全到二級市場來減持，走到今天這樣大陸的這步田地就被動了。有很多網友恐怕還記得啊，我在大概1周前我說過，我有可能是房地產節目裡面說的，有可能是股市節目裡面說的，香港的股市恐怕這1-2年會有變化。為什麼呢？它吸納了太多的内地的上市公司，這些內地的上市公司去，說白了就是割韭菜。你看看刘继鹏老師說的什麼意思啊？把在内地割韭菜這個惡習帶到了港股。現在港股很多資金啊，活躍的資金實際上都是來自叫南下資金，實際上也就是內地的錢。香港的樓市也是的，都是內地的錢，股市也是内地的錢，内地的上市公司，内地的上市公司，内地的資金只是在香港这麼個地方，借助香港的這個政策和交易規範，在這兒相當於另開一個賭場。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很多上市公司在 A 股一上市，比如你是大數據，你是算力，那只是直接翻3倍，对吧？但是在港股呢，上市有可能是破发，但是後面運作它也可能會漲。也就是說啊，我說來說去這個意思，其實跟劉繼鵬是一樣。劉繼鵬老師啊，他
有的話他不敢直說，咱們无所謂啊。也就是港股慢慢的会 A 股化。怎么叫 A 股化呢？本来香港是一个来去自由，对吧？是个这种金融啊，它没有管控，因为它是港币和美金是联系汇率，对吧？它是个金融天堂，其实本来是挺好的，但是经过这个大量的内地的上市公司去上市，再加上南下资金，把这种割韭菜玩到极致，这样的话，港股啊，很多国外的资金人家只能撤离，人家一边喊好，对吧？一边说啊，这个市场就是好，一边撤离，没有办法。你们每个人动动脑筋想一想，如果小米公司真的很好，你是小米公司的大股东或者二股东或者三股东，小米公司你就喜爱的不行，能够给你带来非常多的这个收益，那你为什么要减持？马斯克减持特斯拉，他是为了交税，那没办法，对吧？美国让他交税或者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他不会说我把这个特斯拉股份减持之后呢，我把这个钱去买別的股票，没有吧？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要看好小米，你是小米的大股东或者二股东，你把小米股票抛了之后，你準備幹什麼？那對你來說言下之意就是還有更好的資產比小米還要好，值得你去投資，所以你再拋小米去買別的資產，那就說明你對小米不看好，所以這是個悖論，對吧？在海外它就沒有這個悖論，為什麼呢？你既然看好你自己公司，一般人死活不拋的，拋是純粹沒辦法，是要交稅，對吧？要這個改善生活，但是林斌這個改善生活都是100多億人民幣啊，200億人民幣啊，怎麼改善生活啊？也就說明啊，他不看好小米，對吧？我把這錢拿出來之後，我投英偉達，我投特斯拉，我投華為，不就這意思嗎？所以我們要動腦筋啊，你大股東減持是為什麼減持？是你覺得這個你這股價高了不值當，還是為什麼？還是說你要交稅，還是你根本就不看好？我說來說去這意思就是港股啊這麼玩，遲早會被玩壞。港股去年 IPO 還全球排前列，今年還能這麼玩嗎？07年還能這麼玩嗎？然後上市都是些什麼垃圾啊？最後我們再看看這個胡一金老師啊，首先是胡一金老師啊，一如既往的為這個西貝的賈國龍叫屈。昨天咱們節目也說了啊，因為西貝的賈國龍他不是出來回應媒體嘛，他發了個朋友圈，西貝關店120家吧，反正30%的店關，然後西貝這個客流量下降40%，然後賈國龍說了一大堆啊，在朋友圈裡面說，又說我這個西貝啊扛了125天，遭受了125天的網暴，然後這個因為我們不會公關，所以我們就應該倒霉嗎？也就這意思啊，也就是矛頭啊，好像隱隱約約指向這個啊羅永浩，不是羅永浩在去年11月份說這個西貝預制菜的事嘛，然後這個賈國龍又說啊，這個什麼華與華吧，就那個公關公司啊，他說這個事情跟公關公司沒關係，是我自己啊，我就是軸，公關公司的人呢流着淚求我不要回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我就是軸，我就要回應，我不會公關，就這麼個事，對吧？昨天咱們也分析了，但是胡一金老師今天說啊，他是怎麼評價的呢？他說賈國龍和西貝這麼一折騰，有可能在輿論上輸得更慘，但我個人真的不希望一家中國最頭部的正餐飲公司在一場突如其來的輿論海嘯中被埋葬，那樣的結果反映的並非輿論監督和社會正義，而是互聯網上情緒堆積難以琢磨又一次突然點燃和發作。總有企業生生死死，但只要沒有嚴重違背法律和公序良俗，我不希望一家企業是突然聚集的輿論罵死的。我是覺得餐飲就是我們社會的最基礎，也是最老登的行業，大家吃得好，吃得安全也是最重要的。在這樣的行業裡，有幾個老登死守着最傳統的行業規則，全身心的做眼巴前這些工作，不扯別的，也不太懂別的，但就是能把飯做得挺好，這對我們社會也許並非什麼環境，頭腦活發，反應極其靈敏，講話能夠討喜，那樣的新銳力量有非常廣闊的施展空間。也許我們沒有必要要求一個賣飯的做到完美無缺。這個胡一金老師啊，顯然就是叫和稀泥啊，一腦門子的醬。我覺得對我們網友對消費者來說，你現在唯一的權利就是拿腳投票了。我們牛馬韭菜沒有任何權利，我們現在唯一的權利就是拿腳投票，就是我不去，你把天說破了，對吧？你把道理講破了，我不去，我惹不起你，對吧？這就是牛馬和韭菜最後的堅持。至於西貝，至於賈國龍，你玩的哪一出？至於這個羅永浩說的對不對？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你沒有必要去給他洗地。沒有羅
羅永浩發難這個事情，西貝也有可能啊走向死亡，因為這個大環境就是什麼？這個大環境，羅永浩的出現，對吧？他的指責，他的揭露，只不過是助推了消費者是没有錢，不代表消費者傻。所以胡锡进老師啊，你這些啊支持西貝的人，也沒有必要在網上胡扯巴拉的，你就天天去吃就完了，中午一頓，晚上一頓，拿實際行動把西貝搞上去，不要老說唱空。就像很多人啊，你一說這個，哎呀，房價不行了，經濟形勢不好，他就說你唱空。好，西貝也一樣，你不要唱空西貝，你拿行動，對吧？你中午去吃一頓，晚上吃一頓，早上外賣再叫一頓，一日三餐，1個月30天，你都堅持叫西貝，支持西貝的啊，上把西貝用腳投票，把西貝挽留住，讓他避免破產，這不比在那兒，对吧？動嘴要強得多嗎？因為叫個外賣很容易啊，因為你每天都要吃外賣嘛，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吃外賣？每天中午不是一日三餐嗎？那你中午吃一頓西貝，晚上再吃一頓，支持一下嘛，拿腳支持，不要拿嘴支持，拿身體支持。在我看來啊，西貝現在關店30%，120家還少了，這樣的中餐廳很有可能被社會淘汰，就像諾基亞手機被淘汰一樣，有什麼好值得可惜的呢？難道是諾基亞質量不好嗎？難道是諾基亞啊昧着良心賺錢嗎？諾基亞手機被淘汰就和西貝被淘汰一樣，對吧？被淘汰不代表他做的就是虧心事啊，你被時代拋棄了，你跟不上時代，跟你會不會營銷會不會公關沒關係，對吧？你一個西蘭花比小孩子年紀還大，這難道是別人編造的嗎？對吧？你很多預制菜在冰箱裡凍的，從原產地來都已經凍了3年4年才到消費者的嘴裡面，你這個難道也是羅永浩搞的嗎？跟羅永浩有什麼關係啊？對吧？只能說你這個模式不適應當下這個消費環境，不適應當下的經濟環境，你自己也不能改，也不能適應新的形勢，那你只能關門，最後就是破產。這跟羅永浩有什麼關係啊？沒有羅永浩，你無非就稍微晚一點遇到這個困難，有了羅永浩，只不過你提前引爆而已，就這點事啊。所以這個胡锡进老師啊，在這兒，與其啊胡锡進老師在這兒為西貝喊冤，你不如，对吧，帶着你的孩子，帶着你家人，一周去吃5次，只要5次有點過分了，对吧？那就3次吧，隔一天去一回，以實際行動支持西貝。胡锡進老師每天啊就吃一碗拉麵，再加個雞蛋，就你這個消費水平，西貝也不喜歡，西貝不一定正眼看你。這個網上啊，把很多簡單的一些經濟現象，對吧？是經濟環境下行，對吧？這個消費下行，把它非要搞成一個立場，好像誰跟誰有仇，其實不是這樣的，很簡單的吧？西貝能火起來，是過去經濟高速發展，大家都有錢，大家都需要這種快節奏，大家需要交流，需要這種環境，對吧？找個地方吃飯，我一點都不覺得西貝有什麼好吃的。但是我每次到深圳啊，我深圳的同事客戶在中午就帶我去吃西貝莜麵，对吧？記得吧？一去必須點那個莜麵，我也不知道那玩意有什麼好吃的，但每次都點，我每次都吃。歷史上有多少餐廳像這樣比西貝還火的啊，都關門了。那西貝關門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他跟不上這個潮流。這個賈國龍啊，現在這種反覆的表現，前2天他通過哪個媒體啊，不是向員工道歉，向消費者道歉，對吧？說他不應該回應，他已經懂了。今天又通過朋友圈又開始罵，恰恰說明這個人是公關失敗之後的惱羞成怒。他說他不懂公關，他演繹這種悲情角色，掩蓋不了他公關失敗之後的惱羞成怒。他認為他已經付出了3億的優惠券，然後他也道歉了，結果最終啊，流量就是這個下降了將近50%，難以為繼，被迫關店30%。他認為他不懂公關，不懂公關的人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是吧？哪知道他實際上是公關失敗，他不是不懂公關，是他公關失敗。他現在不過是想打悲情牌，叫哀兵必勝。我賣慘，我這麼慘了，我這麼有骨氣，社會不該這麼對待我。說實話啊，沒有必要把一個做飯的一個餐廳搞得這麼上綱上線。死了胡屠夫，難道真的就要吃帶毛的肉嗎？沒有你這個蘿蔔乾，哎，就過不了年了嗎？一個餐廳，對吧？你畢竟不是什麼高科技、硬科技，引領社會發展，給人類發展，對吧？指明方向，你就是個餐廳而已，对吧？是個吃，咱們吃了上千年了，幾千年，你能玩出什麼花出來？或者沒了你，這社會就要倒退，你這從哪說起呢？對不對？所以說啊，一個餐飲公司把自己舉得這麼高，沒有必要，對吧？如果你是硬科技，你說吹一吹，那咱們還得考慮考慮，是吧？畢竟要跟美的也對着幹呢，对吧？你要勒美的的脖子，对不对？你這個就是個吃，你說從哪說起？
所以說啊，這個甲骨龍啊，沒有必要賣慘，也沒有必要搞成哀兵必勝，對吧？你公關失敗就失敗了，你本來就應該關閉，叫減員增效嘛，降本增效，对吧？裁員什麼開源節流嘛，那所有的央企都這麼幹，你一個餐館這麼幹不丟人啊？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不丟人，央企人家都開始減員增效了。不要說西貝了啊，就是那已經登陸資本市場的中餐廳，比如說海底撈，比如說西洋飲食，比如说全聚德烤鴨嘛，他们都已經登陸啊資本市場了，他們過得也不爽啊，很慘啊，你看看那股價走的，對吧？所以說這是大環境。所以說啊，胡一進老師啊，在這和稀泥，你不如要麼啥也別說，對吧？一周去西貝消費3次，然後把那個小票啊貼出來，號召你的3000萬鐵騎都去支持西貝，這比什麼都好。最後啊，關於這個胡一進老師的老朋友伊朗，胡一進老師又做出了評論啊，他寫的很長，咱們就不念了啊。他後面說啊，老胡個人還是認為特朗普發動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大於他放棄打擊，但那會是一場戰術上很意外、頗具戲劇性的戰爭嗎？以及他究竟會不會來？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什麼意思啊？对吧？胡一進老師就這麼盼着他老朋友挨揍是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他認為特朗普啊，也肯定是要揍這個伊朗，也就是打擊可能性大於他放棄打擊。你看胡一進老師就是正義聯盟都是這種德行啊。你說對吧？自己的小兄弟正義聯盟嘛，咱們聯盟被人揍，你不說幫忙嘛，對吧？怎麼着也得。就胡一進老師那是一副吃瓜群眾看熱鬧的樣子，看熱鬧不嫌事大，你這叫什麼正義聯盟啊？完了之後是說啊，以及他究竟會不會來，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也就是我們等着啊，看看特朗普會不會炸這個伊朗，炸我的這個好朋友老朋友。你說這真是啊，擔心兄弟受苦，又擔心兄弟開路虎，這個體現的淋漓盡致啊。這是胡一進老師的一個心態啊，我也不知道胡一進老師到底什麼意思。胡一進老師是不是就是說啊，他目的就是為了說啊，大國最不緊張，是不是這意思啊？這到底是紅得發紫呢，還是高級黑？我也不知道。畢竟胡一進老師啊，率先喊出大國最不該緊張。就胡一進老師他到底希望特朗普是炸伊朗還是不炸？那我們也是拭目以待。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